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推出国际大展，看16历史世界岛台湾盛大开幕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自南下参与。台湾是世界的台湾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世界岛台湾是再适当也不过。那我也相信，从1624到了2024，我们希望未来的400年当中，使台湾在多元开放的这一条路上，更加的向全世界伸开我们的双手，让我们来拥抱世界。展览为1624年台湾进入国际视野年份出发，展场将近500平的空间，呈现出海洋台湾的气势。同时借着沉浸式体验 AR 加 AI， 让民众参像是伫咧400当前的时空当中。对台南来讲，这是一个400年的历史。但是对台湾来讲，其实不只是台南400了，应该是台湾400。台南300年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没出生啊；台南500年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在了。能够把握住这个历史的里程碑，告诉我们，也告诉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这个历史长河中流过了哪些东西。展览自制200件国内外文物，包含超过640公分的大型冰封，是日本重要的美术品，南蛮人来朝图。另外，还有17世纪的西方油画，由纽氏牧师为骁龙社人宣讲及实习图，第一摆在台湾公开展出，引介了日本的海洋史、荷兰的后殖民史，以及全球史跟环境史的这些新的思潮，多元的去探讨台湾怎么跟世界做连结，台湾怎么进到世界的网络里面。透过16、17世纪珍贵的国宝。除了向大家展示无同款的台湾历史，同时向世界宣告台湾迈入新的里程碑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